法国有一位开台语课的台湾人刘典岳老师，长期伫咧外国教册，嘛负责巴黎市政府台语课程的规划甲师资的培训。对伊来讲，台语毋但是甲故乡的连结，台语嘛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语言。自2020年开始，伫咧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开台语课到大，透过无共方式，互法国学生学台语，体验台湾的文化。一群外国人对师傅学讲要安怎请红啊，甚至佫会晓唱台语的流行歌。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开的台语课，自2020年开课到当已经第5档。开课的老师是台湾人刘典岳，伊结合艺术表演的专长，用台语卡拉 OK 比赛和蹦迪戏等等的方式，带学生来学台语，体验台湾文化。其实咱台湾的物件伫外国，其实因做爱的，咱台湾的语言，咱台湾人正的物件，台湾的文学。其实对外国人来讲，其实因做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嘛是想讲要趁这个机会，因为跨文化，可是有这个两个文化会当有开始有去交流、去开讲啊，所以其实第一部分重点是先透过这个机会，学双方的学生会当开始去交接。刘典岳表示，台湾对外拢是以华语为主，因为需求济，市场较大。不过，其实台湾毋但独独华语一种语言，伊毋妨透过这门课，互外国人了解台湾是多元语言的国家。嘛，自去年开始，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线顶开课，希望讲会当栽培出教外国人的台语师资。2019年了后，COVID-19 了后，其实国际对咱台湾的看法有真大的改变。比如讲，伫法国。因为想讲，咱台湾敢若讲中文，大部分就是无人会当伫迄边教台语，所以其实爱有人开始会当教台语。刘典岳在法国计将栽培400外个学生，嘛担任巴黎市政府台语课程的规划和师资培训。伊的拍拼促进台语在海外影响力，可以得到教育部本土语言贡献奖的肯定。刘典岳表示，这几年在法国的新闻报道，用要大家拢通看到台湾的新闻，希望讲未来透过国际交流，通互愈侪人对台湾有较深的认识。记者卢尚珠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